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今晡日的来宾啊，是梁公婆哦。今年原本喺台北工作，因为要照顾这个卢卡的装备，今年现在回到联络来开店的。今年开店的啊，也请特别有这个特色咯。无现在睇态度顺，喺睇西方下的地位，也坚持讲这个店方对脑杯到地位全部係这个艺术打造，甚至于讲店方的产品啊，也都有内容。喺现在讲用材体的食材，坚持用天然的、无加化学的东西，全部係技能这个艺术来做的哦。按特别店的特别有样板的创业故事，甚至于讲係技能这个故事内容呢，家家来邀请佢哋同大家分享吧。马上来分享我哋阿芝吴总之。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林落，目前是1510豆花店的老板。哇，分享阿芝接下来係我哋宋喜米。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屏东林落，我跟我的先生在林落开了1510的甜品店。好，欢迎两位安定一下两公婆来到我们节目底杯。首先啊，小经你们这个店的之前哦，我先强调一下，两位都是客家人吗？我不是耶。这你没有，你这个本身是哪年啊？我是高雄林园。对啊，从小就家里有开一间热炒店这样。对，然后之后因为母亲年纪比较大，那没有办法继续经营，所以就到台北去工作，大概10几年这样。原来安尼，嗰种唔系行业，喺高雄营业嘅偏年。安尼是咪？你这个本身就係行业嚟吧？嘿，我喺度林落。嗰種唔係元朗人，嗰種兩位咁現在講，對台北幾多轉嚟之後，當去到唔嘅故鄉，自己開店嘅。先強調一下，兩位你們這個本身唔係鄉下故鄉嘅嘛？你們兩位是怎麼認識的？可以說一下嗎？我係朋友介紹，我係朋友介紹嘅。你每個禮拜會煮東西帶下來幫我食。去俾帶過去幫食的，因為認識你都想講，無可有個什麼嘅親等印象都想講，注意他出來帶過去從聊天啊，嚟認識一下嘛。應該是哦。我來問一下阿芝，剛剛那個吉米講第一擺認識的時候，對你冇乜嘅感覺啦，可是你後面的時候都會煮菜帶過去找他呢。對啊，因為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比較好笑，因為我要從台北去台東找他嘛，對，他可能因為那個車次誤點什麼，結果讓他遲到了半個多小時。然後可能因為我們約好要吃中餐，對啊，那時候就知道他可能很不耐餓，可能肚子餓會脾氣不好之類的。不錯，如果有一個想法了，抓住一個人，先抓住他的不對，對不對？嗰時候盧卡有開一個熱炒店的經理，係各有用處的呢，幫助偷偷的回家安定一下嘅。所以心怡這認識在台中認識阿芝子，還有都有個想法講，你們有討論過，還有心怡都去台北前期鄉下去工作的嘛，去上班。因為我們想說我們有結婚的打算呢，想說要一起生活這樣子，想說就是先在因為他都在台北很久了，想說一起先去台北打拼，然後再回來南部。其實就有安尼嘅想法，去個先試看下先喺台北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再過來嘛。那阿芝，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兩位在台北之後的工作，用咩工作？係鄉下工作嗎？我在台北做比較長一段時間的是那個肉品的那個進口貿易這樣。對，因為我就是對吃的比較有興趣啦，那可能從事的工作都是跟這方面有關係，這樣子。那吉米，你到台北之後也是跟阿芝一樣，可以做一個貿易的工作嘛，還是做其他呀？我呢，我是在那個科技公司裡面當特助，乜事情都要做。乜事情都要處理。你方你這個當時啊，有喺台北工作過來有先討論過嘛？你這個就討論到講回來的時候就要來開店這件事情嘛？阿芝？對啊，因為我們原本就都有創業的打算啦。對，那在台北可能想說，因為畢竟不是自己的家鄉，沒有什麼歸屬感，這樣。對，那可能就只是在那邊工作賺錢。對，那還是就是之後我們討論，還是決定一起回來家鄉創業，這樣。安尼是咪？你這個對於一個喺故鄉還喺台北工作，你兩邊的工作，你這個喺感想可以分享一下嗎？
在屏东的话，南部工作的话，同事人情味比较重。在台北的话，大家比较算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这样子。都对工作方面吼，大家够用心啊，可是变成是说够无人情面，大家都顾工作安尼嘛。嘿，没错。在屏东的话，地大，然后就是人比较没那么多，我比较习惯没有那么拥挤。在台北的话，车多人比较多，然后找摩托车还要提摩托车还要找车位，这让我有点不习惯。我今日个啲嘅意思咧，讲几多人屏东联络是向我都把汽水可以凊彩停到对面都可以点诶，唔是第一台前站停到一个停车位。也不用立中柱，车柱就可以了。不过人家唔系讲台北咧嘅交通挺方便，其实唔是吹起我都把坐大众捷运都可以啊。铁道人呢？懂掉。阮伫迄就会铁道人，空气好像稀薄了一点，怎么？所以冇铁高啊，铁矮的。原来安尼。我说讲，阿珍同喜米，你们两位就一起决定说，就从台北回来啊。那个时候回来决定开业，那个时间就有决定说要开豆花店、冰店这样的打算了吗？对，因为之前。妈妈热炒店没有继续经营之后，就是有改种芒果这样。对，那我想说，就是做一个冰品店，那可以帮忙就是销家里的芒果。对，然后想说芒果是有季节性啊，那还是需要一个就是全年四季可以卖的东西。对啊，然后我们返乡的时候，因为有吃到。就是我岳父做的豆花这样，对，那觉得很特别，很好吃，就想说啊，这个四季都可以卖了，就拿来当做主力商品。对，那等可能季节到了，然后再增加一些冰的品项这样。原来是这个原因，不然我想说，这个原本家里面是开热炒店，因为替在上班讲对自己是比较熟悉的热炒啊料理也都这样可以去选择。没想到你做一个完全没用的，不是中式料理，做冰品那种的。吉米，既然讲阿芝他自己本身可能卢卡以前有料理的经验嘛他做一个便当应该也算归熟识，也就是对料理方面会有兴趣。这个本身之前你也是做的工作似乎跟料理啦无乜嘅关系，你对一个开便当做一个吃的东西，你这个会担心讲这个准备唔对啦，也係讲经验冇拉白冇？也是会啦，不过因为还好有比较多资源，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妈妈她也是在从事相关行业，所以就是可以请教。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子。头到阿芝有讲到讲，其实都爸爸做一个豆腐法，你卢卡本身喺做嘛嘅，做嘛嘅会有爸爸有在做豆腐法，你有讲妈妈有开店嘅？妈妈可以生机饮食，然后她有卖有机豆花啊、豆浆啊，然后有制作一些就是手工饮这样子。其实你对卢卡对一个料理也唔係完全冇接受嘅呢吼。嘿。只是我不会做而已，我会讲。唔怕，你最重要係講負責試吃懂唔懂？都阿芝做出來，你都負責試吃啊？可以。幾種研發，你都講先當顧客嘛，做通不過你也個呢，你就絕對唔會推本拿出去本人好食。沒錯。對。嗰種能利用啥分工也幾好呢？都是已經自己有一個概念，有一個理想嘅。不過你攰到一個聯絡決定開店嘅時間，專門嘅會想講，唔係太路順太市場嘅經驗。記得講聯絡幾多地方，路都規劃啦，人也比較多，人專門嘅會選擇講一個店要細細開在係西風海嘅地位，有冇個特別嘅原因嗎？有幾個原因啊。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又剛從台北回來，覺得一開始就開在鬧區，鬧區的房租比較高，那我覺得就是風險比較大，那所以我選擇巷子。二是剛好巷子裡面的房子在出租，所以我們就想說，在這邊練功，比較燒得比較久，對，先 keep。站得比較穩哦，先基礎打好了之後，咱想講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嘅人，咱來幫一間店嘅嘛。不過有間店嘅也幾特別啦，前面也有小姐講，你看到腦杯到底杯全部係人這個一手打造的那個店鋪嘛。阿芝，人嘅時間做一間店嘅時間，你自己有沒有先規劃想說，用乜嘅風格啦，這樣來呈現店內？
因为我们一开始想要创业的时候，就是决定要卖豆花了嘛。那我们在台北就是有去参考一些可能，因为台北几乎都是开在巷弄里面，因为外面租金太高了。那刚好跟我们的就是想要的风格比较符合，这样。所以那我们在台北就有跟太太，我老婆一起去，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豆花店啊，去吃啊，去试吃啊，去看人家就是。可能人家的装潢风格什么，对，那回来那个回来联络之后，对，那再以就是我们当地那边，因为那附近比较住宅区一点，所以我们设计的风格就是会比较不像那个连锁这么商业啦，对，然后会比较希望有多一点手作感这样，对，那。风格方面都是我老婆，她说她可能我想要怎样，那我就去找啊，去上网去找，然后去做功课啊，然后慢慢就是自己拼凑出来这样子。哦，故说你能打出的感觉，就讲，因为台顺还有都是住家型，所以你能想讲，跟旁边的融合就比较够亲切。哦，唔係像人一般看到的松叶花啦，吼，就輕工法啦，法律必補嗰種嘅感覺嘛，吼。是咪？有啲阿子講，今年我開店之前，能用啥去試得幾多嘅豆腐法店嘅嘛？我們試到強多。唔呢。冇有，你這個有嘅按好食的這個人吼，就是比較喜歡吃料理這個，也會試到強多，能試得一道店嘅，你還記得嗎？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吃，因為你要吃出它的差異性。所以你就是都要一直去吃。哦，哇塞，那辛苦了，是吃到職業病了。有感覺係啊，真是也係開店係一件冇簡單的事情，然後幾辛苦呢。哦，觀眾朋友，你看按等一下喺兩公婆，今日為到照顧這個裝備吼，現在幾多股項來創業，今日創業之前也幾辛苦呢。首先先看到講，今日為到愛試一個品相，愛試一個豆腐法，也冇簡單，試得輕度高哦。唔過今日後尾還有更多精彩創業故事等等嘅人哦。所以比賽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創業係真冇簡單的事情，唔過我自己對阿子今日嘅店名特別有興趣呢。怎麼個按一個店名呢？繼續來請教阿子幾點咯。阿子，你們的店名你們的店名為什麼會取名叫一五一十？你自己有冇個關係嗎？有啊，因為我本身就姓這個吳。哦，還像係啊。對。那取名一五一十是因為跟我們理念有關係啦。對，那我們就是希望都是用。盡量挑選在地本土的食材，那就是吃的比較乾淨安心，對，然後盡量就是都選擇就是比較好的東西，這樣子，就是希望呈現給鄉親客人們都是比較透明啊，所以才叫一五一十這樣。可能你這個 logo 後面還有特別設計過。哦，有啊，那是剛好我太太的弟媳，她是做設計相關的工作，對，然後那時候在發想的時候就想說請她幫忙設計一個 logo 這樣子，對。哦，因為原本我在網絡上看到的時候有看到你的店名是有英文的，我想說1510，看到那個10，我想說你們的地址還是什麼有關係？沒想到其實是跟你自己的名字是有關係。是啊。哦，今年當時有個想有個名甚至於講理念講堅持有個田園有機的部分，是不是阿子蘇東有個影響啊？嘿的，因為我就是很從小就是比較過敏體質，所以我吃到比較味素太多什麼我就會過敏，所以這個其實蠻困擾我，所以我就會比較在意說東西的來源，或是有沒有添加太多化學物或是什麼防腐劑，因為而且我覺得吃進身體就是會是被身體吸收，所以我比較在意這個。所以你在開店的時間，你都特別同阿子交代講，然後來做一個有機啦，或無塗嘅，一定要做一個。對，盡量選用這樣子。
子既然讲到鸦片呢，我们就想说了解一下，你们店里面现在卖的最热门还是你们的主打，有没有推荐的菜单？有啊，我们的豆花目前是主力商品。对，因为它是用那个有机的黄豆。对，它像一般市面上比较少见啊。对，而且它的凝固的方式是用寒天。那一般市面上传统豆花啦，对，用的都是可能使用石膏或者是那个豆花粉。对，那它凝固起来跟我们用寒天做的口感会不太一样。阿子，你能这个点烘的豆腐法同传统的有无共用嘛？那你可以再仔细的说一下，你的豆腐法差别是在哪里？因为用寒天做成的豆花，它口感会介于可能传统跟布丁之间，因为它会有点就是滑嫩中会有点 Q 弹这样。对，那传统豆花可能就是比较绵密。所以是口感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再加上我们用的都是有机的，所以可能味道上会吃起来就是会比较纯净一点这样。你能提做一个新的寒天的豆腐法，你做出来会比较困难吗？会啊。对，因为那个我们在家里试做的时候就都很 OK 很正常，可是一旦要量产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器具的不同啊，或是温度的不同啊，或是可能时间上的不同什么，那做出来口感都会有差异。对，那我们那时候在制作的过程也是倒了很多。是哦，哇，对，这是为了做到我们最想要的口感这样。对，然后在那之前研发也是就是不行就都倒掉这样。所以你的豆腐法坚持如果做寒天豆花嘛所以也没有传统的豆花。我们没有，如主打都讲能特别来寒天的豆腐法。对。古时候如何主打迄豆腐法加上其他的配料安尼嘛？安尼是咪？你这个有看到人哈特别好哪一种的个豆腐法吗？落个粉板。粉板粉板是人们客家这种传统的粉板吗？对，我们这个做的，他昌志他用那个栀子去染色，我们当色素啦，没有用那种人工色素。然后他做的蛮 Q 的，很多从台北或是返乡的人都会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粉板。如你能个菜天个老阿婆啦、阿爸给人有吃到有个冇给人有讲，我有吃的哦，他们喜欢吃红豆。粉片会用慢讲啊？因为我们红豆是万丹红豆，所以吃起来很香，又很绵密这样子。我告诉你，今日喺吃到嘅粉板讲，像人哋头摆洗汗洗时节吃到嘅感觉共样。有，伊哋蛮安尼讲。讲到鸦片啊，有个人可以给提西方嘅地方，其实隔壁连山应该都看得到，今日我真好奇讲，人要做毛嘅今日有问无哈？如我明意咯，明意就问请其他讲人会买乜嘅东西安尼嘛？今日会同人做试吃员嘛？我有，哪里好吃哪里好吃要改进，你们都会同人讲。你们印象底部今日最喜欢的除了粉板啊、粉条之外，今日个好的还有哪一种诶？薏仁啊，说我们的薏仁煮得很 Q，口感很好。阿志，你们薏仁煮得这么好，你有特别去挑选，还是料理的过程有不一样吗？用心吧。有加你们爱心的底杯啦。对。你们要个食材条都前面有讲到，都尽量用菜贴嘛。你们菜贴是从很用板一起，怎么去找到？你们是用小农呢，还是说有特别人去介绍这些食材的来源？食材的来源都是我们自己去找的。对，因为其实我不是屏东在地人嘛，那都可能那时候创业初期的时候在找食材，都是跟我老婆一起去找这样。对，那我们在找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一些可能食品行的老板啊，就是会问我们说我们是要做什么的这样，然后他会推荐嘛。对，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去食品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摆很多东西在那边，可能原料红豆啊、绿豆什么，对，然后我就会说我要用这个，我要用这个，
然后那食品行的老板就会说，哦，你们做生意用这个怎么划得来吗？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挑选就是台湾本土、台湾在地的，对，或者是像是万丹啊，或是万丹的红豆啊，或是台湾的绿豆啊这些，所以它成本其实都比那个国外进口的高很多，这样。有加上讲，有的可能会坚持讲一定要吃盐的、无涂的，甚至于讲有机的。对。哦，你那食材料的真是用来改好。不过按你成本按过，你还给人吃得出来吗？对，很多客人来吃，其实都说，吃得出来是真材实料这样。你除了豆腐法之外，阿志，你能除了豆花，还有在其他的品项吗？有啊，我们目前店里还有卖嫩鲜炒豆，然后还有黑糖刨冰这样。是咪？其他两个个品项啊，人客你有观察出来讲，人客好哪一种的吗？都很喜欢，然后尤其是我们的黑糖刨冰，他说我们的糖水炒得很香。我们黑糖也是找屏东100年老店。对，没有，你用以前都按落一点的。我就是黑糖就。在研发的过程，我就是黑糖，我就一包一包买，我就看哪个炒起来好吃，然后我就去找源头。那在哪呀？在屏东归来。归来种这片你也应该合种夫群的联络隔壁的啊，就是在我们旁边唔会差然前面都有一个100年的路点的，今年四方的米头同一般的有吗？真是无相同嘛？无相同的，比较香，比较醇厚。它也没有添加一些奇怪的东西。你今年老人家来讲啊，他们对于吃的这些其实前面有讲到嘛，他们很会去帮你们做推荐啊，尝试今年有其他建议讲，你们可以干嘛个东西，其他的品项会有这样子跟你们交流吗？会啊，很可能卖面呐。卖面，做嘛个卖嘛个面哦。很多客人都会说你可以卖锅烧意面。因为今日想讲像凉的饼呢，无熟的东西，不过中度的地步乡下地方大家行喺关系讲有试一些熟的东西啦。虽然讲天气暗热，今日行会想讲我试一些有熟同的东西。对啊，就是他们会希望可能吃个甜点之外，还可以吃个可能热的啊面食啊饭食之类的。吉米，这整个客人来讲老人家、生年的、台年，你会有去观察说大家有没有比较偏好是某种的那个菜单底部的东西？会呢，像长辈都比较喜欢吃豆类，然后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吃粉斑啊，然后 QQ 的东西，地瓜圆或是芋圆，或是小珍珠，或是他们喜欢，反正都是比较喜欢吃有嚼劲的 QQ 的。对小朋友喜欢吃清冰。黑糖糖水，反正有米头甜甜的。对。真是无共用的，你呢是无共用的东西呢。你头头有讲到讲，人家希望你能卖面嘛。比如面都讲一件事情，以前人才是2岁才是变的时间，有一项东西大家应该会贴配去实际，有的人啊唔係分班係米奇木。米奇木有的人讲一定要加在个饼底部，又是凉的嗰种有的人要坚持讲一定要用水削出来的嗰种米奇木，你能有做吗？我们早期最开始是有，可是后面好像也还好。所以它的销路给欢迎的程度嘛，嗰种能给。所以我们初期的时候有供应，对，初期的时候有供应，那可能因为。这个部分因为就是没有做过，所以我们就是去买可能半成品这样。对，那我们自己吃的可能觉得加在冰里面口感不是这么好啦，因为它冰了之后会变硬。对，所以我们就取消这个品相这样，然后可能会再去找其他可能可以替代的配料这样。酸某菜啦不过真是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符合到你们的要求，是哈希不会帮这个菜单里面增加那个加分还会扣分，这样子就冇。不过讲到这能看到这个用按用性做的按度的个品相啦又用按好的高成本的哈希做的一条食材，这个开始开店都更加啦除了这个成本比较高之外，你们还有遇到其他比较困难的部分吗？比如讲用你一个某相同的时间，甚至于讲还有其他客人对你们的挑剔等等，能有遇到过困难的过程吗？阿志？
比较困难哦，就像一开始量产产品那些啊，就是因为它的寒天的特性很奇怪，它温度要掌控的很精确，对，所以然后你如果掌控不好，它可能就是会，它会分离啦，对，可能因为我们常做的人才会知道，它可能吃起来口感就不对。哦，其分离的感觉迄种诶，蛋糕迄个硬的，带下迄碎的，迄安尼嘛。对，就是它会有点变成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它会变成有点透明状这样。我说寒天真实的讲起迄嘛个东西啊？它是海藻，它其实是深海海藻萃取出来的，对，所以它其实也算是素食啊。不错，其他伊咧健康还是菜不错嘅，不过最困难的部分嗰个冇处理好，伊都喊唔红了。对，按特别的是菜的，哇，观众朋友，原来啊，阿子今日来点样啊？除了跳舞法按用心，按冇用用力，下一次有时间来试一下看下先哦。不过今日后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哦，休息一下，唔好走开，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阿子同喜米今日按等一下两公婆，今日除了做出好吃的跳舞法之外呢，我今日平时啊，原来还有同沙琪做的几好的互动哦，同隔壁邻居也是，今日做的乜嘅互动呢？继续来请教今日咯。喜米，我听讲啊，人自家除了同隔壁邻居阿爸帮妹今日有亲好的互动之外，人还特别为了沙琪来做一个亲有意义的活动呢。请教一下，个係乜嘅活動啊？免費活動，免費市集。免費市集，嗰時候去參觀，迄個老了唔是錢入錯嘅。啊，真是嗎？有個市集的內容係乜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就是有一些家裡還有好的東西，可是你卻使用不到了。我希望就是可以分享出去給其他人使用。因為丟掉很可惜。你就是地球就是這麼大。然後就是一直有新的東西，然後舊的東西沒有辦法就是發揮到它的價值，所以我覺得就是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來索取這樣。嗰時候人家個市集的名字免費市集，原來主要不是說唔是錢的免費，係種廢棄物的廢。對。減少甚至於講不要有廢棄物的意思。不過怎麼跟唔知道會有一個辦一個市集的想法，好能快點按無限的，你為什麼會再想到說為了做一個市集？主要是因為我從小我媽媽她是一個很惜物的人，她就是有一些好的東西她也捨不得丟，然後在路上看到有好的東西她也會撿回來，然後她就會看到有誰需要這些東西，她就會免費的就提供說你需不需要他給他，那我覺得這個也蠻好的。然後就有一天看電視，就是網絡上還蠻多人在辦這種活動，那我就覺得我們自己何不從我們開始來做這些事情，分享給大家。辦一個市集啦，那你有去找除了你自己來參加之外，你有找其他的人，其他沙琪的人來參加嗎？附近鄰居的話，就是有小孩子的衣服，因為小孩子大很快其實他們衣服都好，可是小孩已經大，已經穿不下了，所以我們那時候收集了很多都是小孩子的衣服或是玩具，都是好的。其實像我們補充一下，像我們店裡很多也是都是外面撿來的，或是我自己媽媽她去外面收集來的。對，回收再利用的意思。對。嗰種你們店方其實青島嘅工具啦、器材這些，也是說在整理過後呈現給大家的。沒錯。幾多種嚟講，有個市集啊，人講有做嘅請新年的衫褲，還有請一啲器材這些，它又可以有一多年來參加一個市集吧？應該有幾乎很多都是鄰居，然後有些客人就是都是媽媽帶小孩，大概20-20個。嗰時候有個市集係算固定的嗎？目前是
没有固定，想到收集到就可以再出发这样子。你先讲尝试100安的啊，还有新米他可以越再有时间有那个就会再继续一次。啊，参加过那个市集之后，然后来参加市集的人，他有没有反应吗？他们觉得很好啊，因为觉得像有些家长说，就是他们觉得小孩子真的衣服。小孩子真的大太快了，衣服就是他觉得有些会舍不得，有些觉得，就是可以省下这一笔钱，然后他可能让他去补习或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另外一种的回馈乡亲这样。不说也刺激到讲，你看宁夏或来参加的人，给他们有一个某种的想法，就是讲我们真的是创造了很多还有价值，但是被大家忽略掉的这些事物，还没安呢？嘿，哦，除了那个市集啦，人看风咧，是咪同阿子人这个本身对那个社区公众事务或者是反应哦，都有一些的关注度，甚至于讲还有去参加的其他的活动。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还有参加哪一条会发动吗？我们最近是有参加来客飨宴，它是主要是推广说林落在因为现在林落都是长辈比较多，然后希望年轻人可以回来注入新的东西，所以他把一些客家在地的青年跟店家串联起来。所以我们这次去摆摊，我们也是边推广客家文化，然后我们也是推广我们在地的观光这样子。那个市集谈风的过程期呢，你们去都可以参加那个市集，嘿，人家请动人嘛？是里面的主办人找到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害羞。会行人，周神你还会害羞。不过主办人请动人的时间沟通，能讲那个市集叫做嘛个希望讲喺地边你们可以分享嘛个东西嘛？他希望我们可以融入林落啦，融入在地，可以跟社区的人更有互动，然后让大家可以加入我们。你们去参加那个市集的时间啦，地边内容你们有做嘛个编发，你们准备嘛个那个市集？我们在那边准备我们的餐点，然后我们就是如果他们在那边有激动需要临时有办活动有需要人家帮忙，我们就是看他们哪里有需要，我们可以当一下那个激动的工作人员。对。阿志，我就想请教一下，说你们刚刚参加这个来客的这个市集的活动啊，你在里面这样子看到，你觉得说这样子的市集对于一个帮助在地一个互动事情来讲，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感觉跟看法？因为像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去这个活动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啊。对，因为它主要就是结合客家的文化嘛。对，然后就是借由就是在地的店家。然后来呈现给大家，就是知道就是林落这边有很多好的店家，有很多就是好的东西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去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今天它还有一些活动，就是比如学客语啊，对啊，然后比如可能介绍客家的文化啊，对，那我都觉得蛮有趣的这样。不错工，所以对一个非客家族群的你来说，阿芝你自己觉得说参加这个活动，其实有帮助到你更了解客家的一些在地，更理解客家文化这样。对啊。那算得蛮差呢。那你们要给发通你们参加的时候啊，有没有在那边说认识更多不同的菜贴店家，也还供菜贴你哈，或者是外地的客人，就是让你们的交流更加的活络。你们在那边有没有认识更多的朋友？有认识的其他更多的那个不同的店家，然后也让人家说原来有这一家你们这一家店，也借由这个活动让人家认识我们。对，然后在那边就是跟很多店家互相打气啊，就是要怎么经营，在林落的话就是要怎么经营，就是大家互相交流给意见，或者是我们的商品哪里要调整，他们也都会给予不一样的那个意见。就是某种用的经验来做一类交流嘛吼。那阿志，我想要请教一下说，那除了这个部分，因为你够接触的是内场的部分，你和客人的部分，你平常有接触吗？平常会啊，对啊，我就是跟太太，我老婆一起就是顾店这样。对啊。你们接触过印象本过什么银行吗？有啊，因为我们开店那边周遭啦，都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阿爸阿妹这样。对。那就是在我们还在装潢的时候，就是我们店的对面那边有可能有一个把妹，然后他就在我们装潢的时候就一直很好奇说我们在要卖什么，对，然后一直到我们
做好了，然后才来就是买豆花这样，然后结果他一吃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来买。哇，对，然后年豆哎，对，然后他就是也跟我们讲说很谢谢我们开在这边，让他可以因为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行动比较不便啊，对，然后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可以买到这些食物这样，对，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只是一个豆花，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可以让他们吃得比较开心的食物这样，对，所以对那个板美印象很深刻。古所讲，你看点的其实唔是靠在态度上呀，好啊，靠在人哋强度的西方海地方。嗰度嘅老人家其實上嘅其實唔會無法度做改建嘅部分，睇下輕輕嘅都可以食到安和式、安用型嘅料理啊吼。除了你能睇隔壁啊阿芝，你自己本身因為不是客家人嘛，那對於客語的溝通上，對這些顧客或者是隔壁鄰居，有沒有讓你造成困擾或者是鬧笑話的部分？多多少少哈，因為如果有時候來他就直接講客語，我都會哈。對啊，可是到現在就是因為開店也1年多了，1年半了，所以現在比較聽得懂一點點啊。就比如可能挑夫法，然後縫挑。最起碼能店鋪賣的東西，用行業同講底下講會點嘛嘅嘛。就是店裡賣的東西，可能多多少少聽得懂這樣。那關於未來來講，你們還會加添乜嘅開發無共用的菜單嗎？會啊，對，因為我們想說，那邊只是賣豆花，就是可能就是一個全年都可以賣的東西嘛。對，那我們未來可能還會想要加入一些餐點，可能會融合就是客家的東西這樣。對，比如可能什麼客家的風肉啊，或者是那個油飯板啊。那個烏板，哎呀，板芋頭板啊什麼那些，板石，對，板石類的東西，對，然後再可能加上我自己對料理的認知，然後去結合看有沒有新的東西出來，這樣。嗰個漢尼拜唔係單槍甜的，也有鹹的，哦唔單槍冷的，也有熟的，哎呦越來越豐富啊，你嘛吼。哦，觀眾朋友，阿芝同啟明今日點嘅談好咧，真是本人感覺幾溫暖咧。你看人哋咧點嘅其實唔是睇都市度嘅，睇西方下嘅，睇人哋鄉下，地方有幾好嘅發展咯。重點係講，本人哋社區有更多無窮嘅選擇，也希望講幾多嘅後生人可以有一個想法，繼續過來，幫助人哋菜地，幫助人哋社區啦，也係故鄉嘅發展咯。今日再一次感謝人哋，啟明同阿芝人兩沙帶來安精彩嘅故事哦，多謝人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歡迎大家有空到聯絡我們店裡坐坐哦。我今日聽嘅安精彩故事，唔過錯到更加有個位上音樂呢，更加馬上嚟聽聽先生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